仲記得細個嘅時候，百貨公司同埋超市對於仲係小學生嘅我嚟講，係充滿週末嘅儀式感，充滿同屋企人嘅回憶。去到今日，呢啲熟悉嘅店鋪一間又一間咁消失，連門面都被洗去，只剩低記憶嘅投影，藏喺腦海深處。今集一個人 TV 就嚟重溫返當年曾經風靡一時，但係而家已經消失咗嘅百貨公司同超市，再次回到昔日嘅美好時光。你依家收睇嘅係一個人 TV， 一個用廣東話介紹真實嘅中國歷史文化嘅 channel。如果你鍾意睇我哋嘅內容，又想支持一下我哋，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同埋加入成為我哋嘅會員啦。大丸百貨，我諗在座嘅90後、00後可能未必知道大丸百貨，不過或者你其實已經喺 Twins 嘅下一站天后聽過呢個名。站在大丸前，細心看看我的路。大丸百貨係香港歷史上第一間日資百貨公司，喺1960年11月3日開業，位於銅鑼灣記利佐治街同埋百德新街交界。當時係由日本大丸同埋香港商人張玉麟同埋銅鑼灣大地主李秉澤合資開辦。開業初期，大丸引進日本百貨公司嘅經營理念，以親切有禮嘅態度服務顧客。每日開門嘅時候，店員會企喺兩邊鞠躬歡迎顧客，亦設有不二價制度，即係明碼實價、分期付款、禮券制度、免費送貨等等服務，吸引咗大量嘅市民光顧。店內有60%嘅貨品為日本製造，仲有和服小姐為顧客化妝，成為當時港人購物嘅新體驗。開業第二日已經接近有10萬人入場購物。喺1983年，大丸更加喺鄰近嘅京士頓街擴展業務，開設咗超級市場同埋家居用品部。但係隨住90年代日本經濟不景同埋亞洲金融風暴嘅衝擊，大丸開始面對經營嘅困難。喺1998年6月25日宣布結束香港所有業務，同年12月31日正式結業。雖然大丸已經成為咗我哋嘅歷史，大丸有落呢句説話仍然係香港人嘅集體記憶。至今部分小巴路線仍然以大丸作為落車嘅站名。八佰伴，大丸百貨當年廣受歡迎，成功經驗亦帶動咗多間日資嘅百貨進駐香港，而八佰伴就係其中之一。八佰伴最初於1930年由農民出身嘅和田良平同埋佢妻子和田家津喺靜岡縣熱海市創立，名為八佰伴商店。而聽講和田家津正係日劇《阿信的故事》嘅原型之一。而八佰伴商店其後由兒子和田一夫繼承家業，經營40年，成功將一間水果店發展成國際零售集團，全球擁有約400間百貨公司同超市，僱用近萬人。喺1984年，八佰伴進軍香港。嚟咯！佢每次嚟親呢處都唔願走嘅。爺爺，你生你太做咩買咁多嘢嘅？大減價啊嘛！我老婆一定會執輸嘅。10年，八佰伴陪伴你每一天。第一間店鋪設於沙田，一開業就引起咗熱潮，萬人空巷。其後分店陸續開設，全盛時期喺香港有10間分店。90年代，和田一夫更加將公司總部搬咗嚟香港，並大肆擴張，開咗唔同類型嘅商店，其中就包括咗聖安娜餅屋、歡樂天地同埋大滿貫快餐店等等。之後更加將總部遷至上海，計劃於2000年之前喺中國開設1000至1500間超市以及3000間以上嘅快餐店。但係由於過度擴張，加上內部問題，最終喺1997年宣布全球結業。90年代中期係八佰伴嘅黃金歲月，喺沙田、馬鞍山、荃灣、屯門、元朗、紅磡每個地區都有佢嘅身影。當時星期六日放假，屋企人就會揸車去沙田新城市廣場行八佰伴。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製作紅豆餅嘅機器，望住佢一個一個燒餅咁烤出嚟，真係百看不厭。吉之島，八佰伴結業之後，喺2000年由日本永旺集團收購，亦即係吉之島嘅母公司。部分原本屬於八佰伴嘅鋪頭都變咗吉之島。大家對於吉之島又有咩回憶？可能係佢美食廣場入邊嘅日式拉麵，定係太古康怡吉之島嘅小丑鐘？我自己就住喺大埔，最記得大埔中心就有一間吉之島。細個經常入去睇玩具，
我人生第一部遊戲機 Dreamcast 就係喺吉之島度買返嚟，當時賣799，屋企人就鍾意去2樓嘅超市買餸。個超市雖然唔係最平，但係就有好多外國貨品，尤其係日本嘢，就好似係日本水果同埋波子汽水等等。不過吉之島嘅生意越嚟越差，後期全部改名做 Eon。因 Jusco 進化為 Eon 而升華，全新 Eon，你的喜悅，我們的追求。店鋪規模亦細咗好多，大埔嗰間吉之島今日已經變咗一田百貨啦。家樂福，法國品牌家樂福喺90年代進駐香港，一度成為咗本地最大型嘅超市。佢主打又大又平，貨品選擇多，對比起本地超市，真係有揾到寶嘅感覺。當時家樂福喺屯門市廣場、荃灣灣景廣場、元朗新元朗中心同埋杏花村都有分店。不過一山不能藏二虎，尤其當時超市界已經有百佳同埋惠康兩大巨頭。家樂福曾經向傳媒指控兩大超市向供應商施壓，唔可以供貨俾佢。加上香港嘅租金昂貴，最終喺2000年9月18日全線撤出，遣散咗490名員工，結束咗香港嘅業務。我記得有一排百佳好高調咁樣開張超級巨型嘅超市，其中以黃埔間百佳最誇張，入面超高樓底。依家諗返起，呢啲應該就係用嚟對抗家樂福嘅策略嚟㗎啦。我對家樂福最深刻嘅印象就係佢嘅大型扶手電梯，因為佢係少數有多層設計嘅超市，而嗰啲扶手電梯可以推住架購物車上落，喺當時嚟講算得上係幾新鮮嘅事物。雖然家樂福已經唔喺度，但係佢嗰啲扶手電梯喺某啲鋪頭仍然保留緊。唔知你有冇搭過呢？ Grand Mart， 唔知你有冇聽過 Grand Mart？ 佢其實係香港最早期出現嘅美式超市。90年代曾經喺沙田廣場、上水中心、荃灣城市中心二期開過幾間分店。佢主打大包裝、大容量嘅商品，例如一桶桶巨型嘅洗衣粉、大 pack 裝嘅杯麵等等。每次入到去都有一種置身於外國超市嘅錯覺。不過香港地少人多，屋企細，大家都唔會買幾十磅嘅洗衣粉返屋企擺。結果 Grand Mart 喺經營咗幾年之後就靜悄悄咁樣收埋咗。而家睇返轉頭， Grand Mart 可能係走得太前。而家啲香港人不想消費去行山姆大叔，其實就係當年 Grand Mart 嘅翻版。大昌食品，大昌食品市場係大昌行集團旗下嘅零售品牌，最早可以追溯至1979年，當時叫大昌行員工特賣中心，主打急凍食品優惠。喺1985年喺香港開設大昌貿易行食品肉類海鮮特價市場，喺1992年正式命名為大昌食品市場。80年代起，大昌食品喺唔少嘅公共屋邨開店，部分街鋪亦見到佢嘅身影。每次見到佢嘅綠色招牌，就會諗返喺屋邨商場嗰種感覺。細個嗰陣，我屋企附近都有一間大昌，我自己就好少走入去，多數都係陪阿媽買餸先會入去。記憶中佢主打係急凍肉同埋一啲糧油雜貨。我記得佢某啲飲品都賣得幾平，好似係大包裝嘅紙包維他奶，嗰陣好似賣緊10蚊有2盒。可惜去到2024年3月，大昌食品市場業務受到不穩定嘅因素影響同埋各種營運挑戰，經過審慎考慮之後，決定終止食品市場業務。28間零售店鋪會喺同月嘅31日全線結業。對於大昌食品，你哋又有咩回憶呢？今集就去到呢度，你仲有冇記得其他消失咗嘅百貨公司同埋超市？歡迎留言同大家分享。呢個頻道仲喺起步階段，需要大家嘅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想睇更加多探討社會現象、民眾心理等嘅影片，請唔好吝嗇你嘅手指或者 mouse， 幫我哋 like 同 share。當然仲有 subscribe 我嘅頻道，以便第一時間睇到我哋最新嘅影片啦。